乡亲啊，这个灌溉用水，卖当来创造着亲水的体验哦。台南番仔田车头边有一座文化园区，甲日本时代所起的嘉南大圳的水路保留落来，而且结合着历史教育，让囡仔耍水的同时，阁会当来学习着水文知识。番仔田过去是以铁路转运出名，日本时期是糖盐甲大圳建材的必经之地，但是随着公路运输的发展，豆豆落车。一直到2022年，设立着文化园区、活化铁路的遗迹甲历史建物，而且透过沉浸式剧场互动的设施，彰显着大圳建造的故事，才让真侪亲子有机会来认捌着水圳的文化。咱就来看老城区安怎来焕然新生。可以泡水，很凉。好啊。这冰的吧？这个水是哪里来的？把文资场景结合教育理念，可以让他们了解水渠文化，让小朋友知道水来的不易，保留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，把我的家乡介绍给大家知道。现在火车比较少看到这种货车了，因为它这类货车一看就知道它在军用品。建筑欣赏大大通过火车，这是李秋家自细汉到大汉上享受的代志。退休了后，伫咧这座古总站改造文资教育园区担任导览员，伊是要甲家乡故事讲予更加侪人听。小朋友在这边玩到一半，发现火车来了，那是出站呢还是进站？这是自强号、莒光号或区间车。因为我从小读书通火车，我也对火车有一种感情。每天搭火车下龙田之后，就非常的高兴。从火车站走到家里头，沿路上都是认识的亲朋好友。边走边打招呼。台南的两电火车站一带，也是嘉南平原中角转运站，糖盐含建造乌山头水快机区，拢是废车运送。嘉南大圳马路过车，铁轨路水路拢有伊的特色。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，有草地的地方，延伸到前面。以前都是小火车的铁轨，从海边七股那边再沿，还有麻豆的总爷糖厂，他会载糖过来这边，然后再上火车，再到那个高雄港口，也就是现在的博尔的地方。八田雨衣兴建乌山头水库的时候，它对外有13条铁路小火车的铁道，其中有一条通到龙田火车站来载这边的重型机械或是人员材料。所以我们这边有另外一种说法是4铁共构，盐铁、糖铁、台铁，还有一个水铁。那我们这个园区呢，室内室外都跟乌山头水库还有嘉南大郡有关系。你不要把它踩破哦。它破掉吗？啊？不会破掉。我怕你呀，会不会？到日头当站，讲有囡仔热情，这当含盐质比关低，以乌山头水库中量顶比例缩小，成做脚斗的游戏天地。笑声是囡仔一个主旋律。小朋友上去跳，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说，如果下雨的话，下到水面是不是有水滴、水花，那一种弹跳的画面。潺潺流水从走出去，囡仔沿灌溉圳口来看历史真久的南台湾农业史，结合古迹的亲水体验，是小旅行的一大特点。嘉南大郡出来之后呢，这个等于是最小的支流了。配合灌溉期会放水，会经过这边，小朋友、大人都可以下去玩。好玩。为什么？可以泡水，很凉。
了。看到脸书上面它有公告了，说就是他们的那个水渠已经开放了，所以我们想说带小孩子来体验一下。这里的水凉不凉？那你们知道这里的水是哪里来的吗？乌山头水库。哦，真的很聪明。没错，这里的水来自乌山头水库。那我们沿着渠道逆流而上，到它的上游一探究竟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嘉南大圳的起点乌山头水库的送水站。放水的时候，壮丽磅礴的景象有珊瑚飞瀑的美名。100年来灌溉着整片嘉南平原，现在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。整个水库你从上面鸟看，它像个珊瑚啊，所以乌山头水库又名又叫珊瑚潭水库。日据时代，它规划整个嘉南平原供水就是靠后面这几个，就是从这边把乌山头水库送到田区里面，这些都是快100年了。我的工作最主要就是维护水供机械要正常功能，把水稳定供给田间跟一些工业用，还有民生用水。1939年启用嘉南大圳，由日本籍水利工程师北田武一用10年时间打造，其中上主要设施乌山头水库，上车行时阵的欠水量差不多是8万座2棍收水池，会当灌溉1763座卡球场并集的农田。雨落天落雨，寒天打冷的嘉南平原，会当发出美丽金色球花，变作台湾第1大谷仓。这些东西完工于1930年，这一张照片在1929昭和4年完工的前1年，各位看一下这一张是八田仪，这是他老婆八田歪代树。八田仪他设计坝池的时候，为什么设计在这边？就是因为它刚好在嘉南平原正中央，水可以往南送到二仁溪，北送可以送到北港溪。打开上水的开关，水就亲像水墙滚出来。8年过去，设备同款运作真好，施工细体，看到建筑者的卡数。它这是锥形的，为什么做这样？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水量很大，它要消除那个水量的能量。最主要是调节水量大小。你把它想象，它这个就是大型的水龙头，一个锥形的东西把它塞住，然后我转动这个，它往后推，这边水就出去了。我这边前开可以到90吨的水，1秒钟大概90吨的水了。这一张是1930年9月1号开始放水的拍照的。1886年出世的北田武一，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了后，就来到台湾任职。直到1940年，在太平洋战争2人开始，伊打造乌山头水库，如今嘛是环境教育中心，完整记录工程新秀，纪念这位嘉南大圳智慧贡献。这个水库是从中文系水引进来而已这边在建造水库的时候，罹难最多也是这个水库，水灌溉田区，顺便让小朋友晚后又回到田区里面，要跟他们解释说水来的不易。因为它流经过云林、嘉义跟台南，它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水利设施的一个灌溉系统。那我们园区在这一个地方的策展呢，它其实是把文资场景结合成我们的一个教育理念。来，我们的球往上推，球从曾文溪出发了，进入我们的乌山头水库。打开我们的嘉南大圳的大门，灌溉嘉南平原的农作物。当当水文地设变作趣味同款，以滚滚的书法代表水族馆，为上水口出发，观发绕过双臂，今仔看书法路向，期待当顺利绕口水管尾龙田，为内底体会经作者的心路。特别介绍到了八田羽一，他的侄子乙东哲先生。那乙东哲先生当时他1920年代随着八田羽一一起到了龙田、关田这个地方，乙东哲他就发挥他自己的专长，去绘画出当时1920年代的关田，包含了渡槽桥、
然后可能有当时运送物资的水铁，那也有画出现今的嘉南国小，当时就是让日本这些工程师他们的小孩子有地方可以上学。我们常常会把这幅图，它就称为是我们台湾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我们也把它作为一个沉浸式剧场的一个脚本。那来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园区最著名的沉浸式的剧场。在这个剧场里面，最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在墙上我们的手触碰的时候，它会有不同的互动效果。看一下这边这台火车，那它当时就是，你看水柱是不是出来了？那当时八田羽一先生他就是用水柱去冲刷这个泥土，然后让大块的石头跟中块、小块的慢慢的集结在一起，因为有力量、有水的冲力，然后集结在一起之后，然后你们看上面是不是有牛就会踩着这些土粒，然后去让它越来越坚固，越来越坚固，然后就会变成像环状的一个大坝，然后里面就可以装水。表队会开始伫顶当，囡仔动双手，地当参与水库建造，历史原来一点特别摇滚。这个送水工作站后面就是一个大坝，它大坝是一种叫做半水利依填土方式，就是土要填上去的时候，用高压水柱冲洗那些土壤，把土壤细颗粒塞进去，因为那个土很多。类似以前古代我们城墙要夯实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很难夯实啊，用水去冲击，把它扎实一点。文化资产其实对于很多民众或者是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会比较陌生，会觉得它好像是专业领域的人他才会接触到。但其实文化资产它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古代的人怎么生活，他们生活模式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在策展的方面，我们其实运用了很多互动科技，是让民众他去可以接触，然后可以互动，然后让他们觉得文化资产其实离我们很近。看到那个里面的互动体验的设施，那可以让孩子看到说原来他们从以前种米的时候，然后从水渠那边一路灌溉的一个过程。活动实体兼现代感接触，不过建筑外观看出水管结痕，随公路运输发展，用电失去过去转运的功能，把东看真侪中教不做仓库，嘛旁远真久。当地人在这边看这些仓库呢，就好像废墟一样，因为都里面的杂草丛生。我是龙田这边出生长大的，从小就常常来龙田这火车站这边。差不多民国70几年的时候，因为公路交通的关系，它不需要再靠糖铁、盐铁来运送。那个5分车的火车站呢被拆了，就整体就方位在这边，完全没有人照顾。Come here again. 直到这几年设立文化园区，老建筑有新生命，连带予四周围的住落重现生机。对我们的年轻族群或者是小朋友来说，成长的过程当中认知到文化资产的重要性。那未来他们在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时候，或是碰到文化资产的时候，他们会理解为什么政府需要保存它。因为有了这些文化资产，也会让我们的对文化认同这件事情会更有凝聚力。在地文化风华再现，嘛，让咱人有推广家乡的自信。我退休之后想说，找个志工来做，能够服务外地来的游客民众，我真的觉得很高兴啊！因为我们以前常常会说，我们要到哪里去玩，现在我们可以跟亲朋好友讲说，到我们那边来玩。保留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，它还可以带动一些所谓外来的人口，促进这在地的经济。做导览最重要的就是说，把我的家乡介绍给大家知道。连沿水路穿去嘉南宾馆的过去和现在，那是农业大跳，嘛是文化和教育的天桥，持续陪伴未来世代，学习天轻，爱护珍贵的。